我是山上的孩子。我是署命，很有气质哦。超帅！难得来到台北的屋顶，一定要装气质一下。我平常没有这么文静的表演，2首歌已经很忍耐了。我今天的表演分3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为了台北的屋顶，所以很屋顶。好，继续哦，继续，我们 hold 住这个气氛，好不好？欣赏一下原住民跟台北的屋顶的结合。这首歌来自于图腾乐团的《父亲的话》。哦，海呀。